日常佩戴嘅滿綠翡翠生成咩樣？今日錢錢咧就借助粉絲嘅呢個話題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雙出嘅好多帶種水、帶綠嘅。每次聽到後生仔女咧去吐槽滿綠嘅翡翠實在太土啦。確實滿綠嘅翡翠，如果佢冇種水，佢確實係好土嘅，因為咧識壓種，所以哪怕係小萬預算嘅滿綠色翡翠，都要揀有水頭嘅。哪怕係揀有色嘅翡翠，我哋都唔可以脫離種水呢個話題。錢錢手上嘅呢一盤呢，都係2萬預算左右嘅滿綠色，譬如呢個無事牌啦，咁呢個圍雙嘅一個設計，一條簡單嘅鏈，無論你着日常衫又好，佢都係好百搭嘅。咁同樣呢，譬如如意，就算係綠色，佢都有好多種。呢種呢，就係底子好細膩嘅顏色，好有生命力嘅如意，加上雕刻師嘅一個錘形嘅設計，咁呢種戴起身就好大氣。呢種雙蛋嘅設計呢，亦都係好啱日常戴嘅。一條鏈呢，垂吊落嚟，當你着 V 領衫嘅時候，佢就好有珠寶感。所以哪怕係小價位，都唔好摒棄對品質嘅要求。翡翠嘅翠就係指綠色，咁呢種獨特嘅綠色呢，係中國人經歷咗歲月沉澱之後，先可以欣賞到佢嘅靚嘅。中意翡翠嘅朋友，最後都會擁有一件屬於自己嘅綠貨。翡翠無論係送俾自己增添一份守護，定係送俾我哋嘅家人朋友，作為對佢哋嘅美好祝福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關注錢錢賣翡翠唔踩坑。